台南市新营区皇宫庙这边的同济宫恭祝开张圣王圣诞千秋，举办恭迎妈祖驾临，然后绕境活动，还有演戏，神教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有恭迎嘉义县后壁乡下茄东的泰安宫妈祖、阮氏妈祖神像，还有迎接嘉义新港奉天宫妈祖，还有迎接北港朝天宫妈祖，还有迎接新营垂线桥同济宫妈祖参加绕境活动。